基美医学中心急诊部医师刘佑章表示，近年来经食道心脏超音波伫个国外渐渐被应用伫个动静的急救，尤其病人伫个到院进前停止心跳，心肺复苏术的按压位置是毋是正确，将影响到病人急救的成功率。对此，基美医学中心伫个急救时，结合经食道心脏超音波的扫描，和停止心跳的病人整体存活率，对2019年的9.8%提升到2021年16.51%。过去的研究呢也告诉我们大概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病人呢，按照这个建议的位置来执行这个心肺复苏术 CPR， 这样的按压位置呢，可能不恰当，有可能会压迫到他的这个心脏主动脉的出口，导致他在循环的时候呢，可能这个循环的血流变得比较差，那降低他的这个急救的存活率。那最近呢，我们就开始应用到这个经食道的这个心脏超音波了哈。那借由这个病人的嘴巴呢，把这个探头放到病人的食道当中。那因为心脏呢就在这个食道的正前方，我们可以在急救的时候持续对心脏做观察，它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视觉化而且立即的回馈，告诉我们这个 CPR 按压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的。那如果不正确呢，也可以马上去做调整，然后那这可以增加我们在急救上面的存活率。那此外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急重症的诊断，包括非常危急的这种主动脉剥离跟急性的肺栓塞，那还有这个一些瓣膜性的心脏病，缩短病人到接受紧急手术的这个时间。医师强调，就算病人恢复循环的心跳，并无代表抢救生命的工作结束，后续佫需要跨团队的整合照护，包括心脏血管内外科、加护病房的复苏照护。加目标体温的控制，甚至后续的复健，加精神科的完整心身复原等，目的除了让病人保存性命，另外嘛要有健康的心灵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